我台北市一個民眾酒店啉酒了，開車上路，看到路檢，哇，家己的緊張就加速。警方在後壁來掠過，而且啦，佮對個臉啊開3槍。雖然伊車啊未開至，但是這個駕駛動作真緊，佮走到個酒店內底。不過警方會馬上帶去佇個酒店將伊來掠掉的咯。對啊，他跑不出來。員警在路邊等要甲車輛路檢，驗過後一秒。哎呦！一台白色的休旅車加速衝過路檢站，員警騎車繼續要叫伊停車，驗過駕駛經大油門離開，員警隨對臉啊開3槍。代志就發生在台北市中山區頂禮拜的早起點掛，30歲姓柯的男子先佇南京東路的酒店啉酒，中途塞車送朋友轉去，想要到當地員警佇上江路路檢要掠酒駕甲毒駕。伊快速衝過路檢站，擱佇新生北路迄單位啊，想要衝弄警察，結果警察甲開3槍。當時男子拖着被射破的前輪將車一路開來林森北路一處停車場，後續在這換搭小黃走，質疑是在製造斷點。員警提出畫面，姓柯的男子雞喙變鴨喙，攏點自治。涉案駕駛趁隙逃逸，現場無員警及民眾受傷。循線調閱監視器，迅速於南京東路一處酒店內查獲許姓男子到案。初步了解，姓柯的男子之前就定出入警察局。這個講是犯了酒駕紅頭車，也毋過伊的酒測單是0，車頂也無違禁品。警方無排除伊甲物件等入咧路中，專案依照妨害公務甲公共危險罪